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来，把你们的圣经拿出来。好，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1到13节。哥林多后书第6章1到13节。好，有没有带圣经的，请举手。还是有没带？来，请同工来给他一本圣经，2本。好，举手，手举高一点，我们同工才能为你服侍啊。来，哥林多后书第6章1到13节。来，前面这边还有人没有拿到圣经？好，我们一起，只有13节哈，1到13节。好，我们男生呢读单数节，女生读双数节。好，还有人还没翻到，我们再等一下。要读上帝的话语，我们要一起读。好，翻到了吗？好，哥林多后书第6章1到13节，男生念单数节，女生念双数节。来，请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精进、扰乱、勤劳、警醒、布施、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受死，却是活着；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哥林多人哪，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孩子说的。好，愿上帝的话语祝福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牧师今天的题目是上帝的仆人，就是用这段经文来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在学校，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同学、每一间学校都有这样的经验。你们可能在做功课的时候，老师会教给你们，可能你们几个人要成为一组，要完成一个功课，或者说要完成一个期末的报告。现在期末到了，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当你们完成这样功课的时候，你们知道了，那你们应该会预备哪些事情呢？会去找资料呢？会去搜寻许多有用的东西，还是呢，你会寻求别的方法？你到底会做哪些预备的工作？在这个过程里面，或者是说还没有开始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你最喜欢跟谁做？通常，我想用我的经验去想象。通常如果说好，今天我有个题目，来谁要做这个题目？可能是上元，然后他就开始寻找哪一个人，我比较喜欢，我就跟他一起来做这个报告。下面的同学就开始想，上元很好，我要跟他一起工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为什么我们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们要跟别人合作的时候，我们会去选择说我喜欢跟谁？我想你们都一定有这样的经验。
相同牧师我也有这样的经验。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有时候都是我觉得小组报告都是我一个人在做的，最后上台报告也是我。或者是也发生一种情形，我什么都没有做，就交给别人去做，上台报告，他去报告就可以了，我就拿到那个分数了。或者是说，我们这一组有3个人，我们就分工合作，我做一部分，他做一部分，最后合并起来讨论，再呈现出一份我们大家都觉得 perfect 的报告。不论哪一种，你在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喜欢跟谁做？你要会预备一些什么事情？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你们生命，不论从过去、现在到未来，我们的生命当中，似乎每一天我们都有做不完的一些事情。在这些做不完的事情当中，你是被这些事情追着跑呢，还是你已经掌握了这些事情？什么时候你会被追着跑？时间到了，我还没有完成，我就被追着跑。什么是你掌握呢？表示你可以掌控这整个事情的进度。无论如何，其实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无法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任何的一件事。如果你越要依靠自己，说我行，我可以，反倒你会有一种失落感。真的是会有这种失落感吗？还是真的你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呢？我想，不论你做什么，若不是上帝的应允，我们真的无法靠自己在任何时候来完成任何的事情。经文中有说到，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你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若不是上帝的允许，若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们可能无法完成任何的事情。在人生一切的变化和机遇，将来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保罗在这个时候已经在提醒我们了，只有一件事，我们要表明自己是为基督所用的人。这是保罗一再的一个强调。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他在告诉他们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一再的在表明这些事情。他看见在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信徒们，他们所面临到在他们生命中，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所面对到的冲突。我们从第4节开始来看，第4节来看，还有说从各样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死，哇，这么多！到底这些东西真的是那个时候的人他们面对的吗？还是我们现在一起在面对呢？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其实常常会遭遇到这种患难。这种患难是从外在而来的，它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由外加到自己人身上的一种压力压上去。不过，真的有这么多患难吗？其实有很多事情看起来好像在那边，好像我们真的无法去突破，逼迫着我们在精神上晚上会睡不着，或者呢，可能青少年的你们就开始长痘痘。或开始产生一些生理的症状，成为你们心里的一个重担。然后呢，你无法去突破这个困难，你就会产生很多的失落，你的生命好像就被这些患难所捆绑住了。穷乏，他说好像是我们人必须要有一些必备的东西，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些问题。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逃避，我们可以暂时置之不理。比如说，你可能肚子饿了，你可能觉得说，好，我现在很想吃麦当劳，可是呢，我身上的钱就不够。你可以吃什么？吃一碗，像阳春面好像也很贵哈，要40块哈，跟麦当劳其实也相差不多了。好，无论如何，你去面对那样的一个困乏的困境的时候，这种东西其实你可以排除的，但是有些事情你无法排除，你必须独自去面对。就比如说，我们这样在讲，我们如何去面对死亡，我们如何去面对分离，这个是我们逃不掉的困苦。保罗在这边用的困苦，好像是我们在一个困境当中。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说，它是一个很狭窄的一个地方，很窄很窄的地方，
好像一大群罗马军队要进去到这个门或这个很狭窄的地方的时候，他过不去，是一条羊肠小路，他无法穿过去，他不能在那边能够施展身手，他也不能往后逃跑，而被困住了。也可以说，像一艘船在暴风雨中，他无法往前加速逃离那个暴风圈，他也不能顺着这个风浪而走，他就被困在那里了。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有类似的遭遇，压力会从四面八方而来。当我们身处在这样的进退维谷当中，我们无法逃离开来。这个看似是一个我们内在的一个心理，我们无法去突破的地方。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其实也有外来的困苦，就是在这里说鞭打。在保罗看来，基督徒的人生不仅仅是像前面在精神、在内心里面的那种被捆绑的一种挑战，事实上在外在也有肉体上的一个痛苦。如果过去没有在初代教会那个时候，如果没有那些信仰的前辈为我们受死、为我们牺牲，我们今天可能也无法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有人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一个种子。监禁，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我们都知道，他被关在监狱里面有多达7次以上。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知道他写给哥林多教会以前，他是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以后他也在耶路撒冷、该撒利亚以及罗马的牢里面，他受到那种监牢的逼迫、捆绑住、扰乱。也就是说，基督徒一次又一次的面对，并不是所谓的那种罗马政府的法律或我们现在所生存的一些条例，而是一些人对于基督的一个攻击。那我们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些挑战呢？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用勤劳，要用警醒，要用禁食的方式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困境。保罗用勤劳这个字，其实在新约里面几乎是在说基督徒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显现的一个行为，也在描写我们应该有很努力的去做，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上帝的一个功能，我们要警醒。这个警醒可以表现在我们的祷告上面，在危险很危急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警觉，能够察觉，我们放在祷告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依靠着主。保罗就是一个我们很好学习的模范。保罗无论在何时，他都已经做好一个守望者的一个工作。那么禁食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好像有些困难，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现在所谓的美体美容的美那种美的诊所，他们都在强调要瘦身，要强调一个好的一个身材。但是我们现在的物质太于丰富了，以至于我们无法体会这个禁食的一个意义。其实禁食是因为了上帝的缘故而牺牲你的饮食，为了上帝的缘故，你为了一件事情，将自己所拥有的那个欲望给挪去，单单只专心的在仰望上帝。但是不论如何，刚刚我们从第4节读到这边这几项里面，其实保罗在前面已经提醒我了，无论是做什么，凡事不叫人有妨碍。就是我们不论是做什么，不要让别人因此而跌倒。在罗马书里面，保罗也这样子提过说，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或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叫做好的事。我们凡事都可行，但凡事并不都有益。我们要做的当然是一个荣神益人的事情，荣耀上帝，帮助别人。所以呢，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到底是什么？我想有很多人都已经白白的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有很多人他们也都知道整个得救的意义，也很清楚明白脱离死亡得永生的这个盼望。但是他们的生命有没有长进呢？如果他们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
他们所结出来的果子就可以荣耀上帝。可是他们都明白，却都不愿意去行。生活里面没有表现出一个圣洁、一个敬虔的一个表现。因为如此，所以他们会看似过着一个失败的一个生活，甚至他们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一次又一次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流泪祷告，为了是要得着上帝的安慰与帮助，要从上帝那边支取力量。可是当他们再一次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又失败了。这个失败的原因是在因为他们属灵上面的这个生命并没有真正进入到他的灵，进入到他的内心。在现今这个社会，在过去这半年来，我们看到台湾这块土地上面的掌权者的政策经常在变。我不知道你们各位学生有没有去注意到时事，或者是要考联考的人才会知道，我们有现今的政府提出了3个政策，一直让我们的人民感觉到心里慌张。这3个政策一直变来变去，甚至他说出来的话，他到现在用他的行为、他的行动，一一去否定了他之前所说的，让我们迷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的生命都产生了一种不确定的一种感觉。其实牧师在过去这1-2个礼拜，我也在面临了许多的挑战。在我手头上有好几个工作，我有一个社福中心的工作，我有一个夏令营的工作，我还有即将要来的要去日本的工作，以及我还有对社区工作的未来的一个展望的一个计划。这些工作通通加诸在我身上，所以当我今天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发觉那个患难、穷乏、困苦，通通感觉我好像都被这几个给压制住了。这是我所要面对的挑战。我要寻找同工，有些事情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一个人做；有些事情我请别人做；有些事情我一起来完成，为的都是要成就上帝的工作。然而，这样的一个面对的挑战当中，其实对我来讲最具挑战的是夏令营。你们知道夏令营今年总共我们会接触多少个孩子吗？我不知道在上次我有没有分享过，有没有人知道？童工不要讲，童工已经被我压榨了。我们面对将近600个孩子，这600个孩子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如何来接待他们？这是极具挑战的一个工作。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不是在这个1个礼拜结束之后，我们就跟他说谢谢你来参加，下次再光临。不是的，我所要面临的挑战的工作是在未来如何在这个1个礼拜当中，借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们所展现出来的生命，让这600个孩子们去看见、去认识、去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明白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恩典到底对他们有没有帮助，让他们明白我们所领受到从天父上帝那边来的爱，同样的他们也可以拥有。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不单单是在这个1个礼拜，我想在更以后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思考我们要如何来与他们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然而其实牧师要在这边问，你身旁有多少非基督徒的朋友？你身旁有多少基督徒的朋友？牧师从2002年进入神学院读教会与社会系，也就是外面一般大学的社工系开始，然后到2009年毕业，然后来到迦南教会到现在。在这段时间里面，我突然发觉一件事，我的基督徒朋友越来越多了，但是我的非基督徒朋友却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好事吗？你们认为呢？在你们生命当中，在你身旁现在的你的朋友里面，
到底你的基督徒朋友有多少？你的非基督徒朋友有多少？如果你的非基督徒朋友很多，那牧师要恭喜你；如果你的基督徒朋友，我刚刚是讲很多还是少？非基督徒朋友很多，那我要恭喜你。如果反之，你的基督徒朋友很多的时候，那我就有点担忧了。为何如此担忧？因为耶稣给我们的大诫命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当你身旁的人越来越多基督徒朋友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想，我还有哪些人我还没有接触到？我还有哪些人不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我还有哪些人我可以告诉他我所领受到那个上帝的爱？今天早上牧师为了夏令营就是准备接待 Event 台湾的这些146位回来的这些人，去帮他们载水电回来。然后呢，我中途呢我休息进一个加油站，那个加油站说：“哇，你们现在你整车子都是枕头睡垫子，你们现在生意很好哦。”然后我想，糟糕了，他还漏看掉了一样东西，因为我开着福音车，他居然没有看到我们那个大大的迦南教会的那个标志。然后我就开始告诉他：“这个不是我们的公司的货，我们也不是送货的，我只是来载东西的。那呢，为了什么？开始我就跟他诉说，大概用了5分钟的时间，油箱加到满5分钟的时间，他明白了。这个很年轻的妹妹工读生，她明白了。然后我就顺便告诉她：你问她说，你知道这附近有什么教会没有？她说有，我家旁边附近大概没多远就有一个。然后就稍微用上帝的话语跟她分享之后，祝福她。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随时随地都可以遇见还未认识耶稣的人，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与他们来分享。但是你们最重要的挑战是什么？就是你的生命要跨越出去。跨越出去就是你愿意跟他分享。如果你不愿意跟他分享，那就没有了。牧师在那个时候加油的时候，我也可以很酷的说：“好，是多少钱这样子。”但是我没有，我觉得应该跟人家来分享。甚至到了5点多，我跑到对面的商店去走了一下，有一个常常去买的东西的那些店家看到我说：“你今天怎么穿的不一样？”那时候只有这个白色这一块没放上去，我就告诉他：“因为等一下要做礼拜。”你平常不是打领带吗？就告诉他，他终于明白。我想在我们生命当中，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与人来分享，但是我们要如何来分享？保罗在这边有告诉你，也就是保罗所坚持的东西。他坚持这个真理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在这边他在说，在智慧上我们要寻求上帝，也就是连结。这个连结呢，也就是在希腊文里面它的一个定义是避免触犯神的一切的罪行，做荣耀上帝的事。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当我们要如何明白，就是要从圣经里面来，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智慧的时候，我们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可以获得那个知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有这个知识的时候，这个知识就是要你去做、要去行的一个知识。这个知识并不是出于牧师的一篇讲章，也不是出于某某神学家的一篇论述，乃是你们每一个人从知道以后而出去行的这个行动。这个知识里面，往往在我们的行动里面，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他也遇到逼迫他的人，他也遇到很多不公不义的，但是他这边用恒久忍耐的恒忍来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忍受人对于我们的一些批评，人对于我们的一些报喜，有可能他们是错误的，但是呢，我们应该用上帝的爱来面对，我们应该保持我们一般的心态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在心灵上面，
我们就会拥有这个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恩慈，跟严刑那个刑罚是不一样的。恩慈是我们可以从创世纪26章17节到22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以撒，他处处退让，不与人争执，就是以别人为优先的一个考量，以别人的利益为前面的一个出发点的一个想法。然后我们可以借着圣灵的感化，保罗很清楚知道，若不是借着圣灵的帮助，人就不能够说那个有益于人的话，不能去做那个上帝看为好的事。圣灵其实我们是讲圣灵，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讲成它是圣洁的灵。保罗他所要强调的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要有那个圣洁的灵存在我们的里面。然而要保有这个圣洁的灵，就是我们要在一切的言语行为上面来单单为了服侍上帝，以荣耀上帝而行。前一阵子我家的大儿子可能在学校跟人家玩得很开心，然后就学了几句话，就说笨蛋啊，就说一些，接下来我就不讲了。你觉得那个时候我会跳出来狠狠地揍他一顿吗？还是我会告诉他？其实那时候我就蛮生气的。然后呢，后来我是耐心告诉他：你期待别人这样子对你说话吗？如果你不期待的时候，你也不要这样讲话，因为你要成为上帝的代言人。你所讲的话应该是要造就人。所以呢，他虽然有听，我觉得他还没有懂，因为他还小。但是经过那一次的提醒之后，那个话语渐渐少。牧师这边要提醒的是，我们经过上帝给我们这个圣洁的灵之后，我们不是只在乎外表的一个行为，我们知道一切的果效是由心而发的。当你心里面所想的时候，会从你的言语行为表现出来。所以保罗在这边再一次的强调说，圣灵的感化就是要有圣洁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向上帝来祈求，但同时我们要能节制来约束自己。最后保罗提到一个无伪的爱心。保罗在原文里面用的是阿卡贝这个字，这个字代表的是一个永不熄灭的一个爱，不管别人怎么做，他只求对方别人的最大的利益，而不想到说我要报仇，我要复仇，总是以善良对付一切的邪恶。所以在这当中，保罗他就要宣告，很真实的、坚持的在宣告说，那个真实的一个道理。耶稣基督不单单只是光照了保罗，同时也给他宣扬福音的这个能力。他所讲的道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上帝也为他开启这个讲道的这个门。讲道对你们来讲好像听起来比较沉重，换句话来讲，上帝给保罗来说，他领受到耶稣基督光照他的那个故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见证。上帝也就打开了这个门，让他去向一些他所遇到的人来说明，在那个时候他所领受到的这个恩典。保罗这样的宣告是一个宣告真实的一个道理，也就是真理，因为他拥有上帝的大能。因为他常常说，上帝帮助我做这些事情的，所以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这里所说的兵器，有的说的是自卫用的，有的却是用于攻击的。无论如何，保罗就是在说，上帝给他力量，在动手做他应当做的工。上帝也给他力量去保护他自己，免得遭受试探。那么经过保罗他的一个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所要坚持的到底是什么？牧师2-3年前来到教会，进入到国中国小去了解我们教会在做的生命教育的课程。在那课程里面，我们看到投影片往往都会出现一句叫智慧箴言，然后就会写出来，然后大家就读。几次之后发觉，
这都出于圣经啊。所以呢，隔了1个学期之后，我就把投影片上面就把它打上出处，出于圣经哥林多后书6章1到13节，我就把它标明出来。然后，但是有的生命教育老师开始担心了，说：“牧师，这样好吗？”我说：“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应该要讲出来，让人家知道它是来自于上帝。”其他宗教团体都很大咧咧的，就在那边秀上他们的什么语，我们为何不能诉说上帝的话呢？所以我就让它标明出来，跟各位分享，也就是你们要坚持上帝的话语来说给别人听。在夏令营当中，我刚刚提到有600位孩子，但是其中有160多位的孩子，其实是我们这一次所招募的青少年志工。本来牧师心中所设定的大概是40位，我只需要40位青少年志工来就好，结果来了160位。我想这件事你们也应该都听说了。来了怎么办？开始烦恼了。上帝把人带到了你的面前，你能用说我是要开始筛选，我要只用160位，我只选择40位吗？这是牧师的挑战，我很挣扎。不过还好，我逼迫了这些同工，他们承受了我极大的压力。我说一个都不能放掉。大家就开始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来预备？怎么来惩戒？感谢上帝，终于在时间非常紧迫的状况下，我们把这160几位的孩子通通留下来。你们知道这160几位他们在第1周的下午，他们要服侍多少个小孩吗？他们要服侍大约250个国小的小朋友。哇！有人说，那这样不就1比1了吗？近乎。但是牧师所看到的却是，这160几位，将来都是上帝的一个好牧人，将来都会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把羊带到我们当中，不是牧师的责任，是在座的每一位的责任。所以牧师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说，宣教的事工、传福音的事工，是在乎于你们每一个人。你们愿意与人分享的时候，这个人就得着了永生的一个盼望。这160个人，我们要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如何来跟他们陪伴他们？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坚持真理，就是照着上帝的话语去做。在各样的事上，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我们要用上帝的标准来去完成每一件事情。无论如何，将来我们的这些青少年志工都在我们身旁，他们都还未认识，还未相信，可是我们却得与他们一起同工。就如同保罗开始在宣教的时候，他的伙伴，他的宣教伙伴，也是他一手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带出来的。我相信我们的核心同工，我相信除了核心同工以外的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将你身旁那些非基督徒，也就是说还未认识上帝的人，一步一步的带领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不论你过去在学校、在公司、在任何地方，你曾经跟人合作过，要去完成一件事的那个经验是好的，是不好的，都没有关系。从此时此刻开始，我们应该跟那些我们还未认识上帝的这些人，在生活上面一同来分享，一同来做事情，一同来面对这些挑战，让这些人在跟我们接触的时候，能够很真真实实的去感受到那个上帝的同在的一个真实性。在暑假，我们有夏令营；在平常的时候，教会也有很多的宣教的事工。其实，在你们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你们都是无时无刻的都在宣教，也都是让我们跟这些还未看见、还不认识上帝的人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恩典。我想问各位，
你愿意为此而付上代价吗？你愿意为了让这个人的生命得着一个盼望，你付上代价吗？牧师邀请你把眼睛闭起来，试着想，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你要用什么样的行动，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亲自所领受到的这个恩典，跟你身旁的人来分享？如果你身旁大多数都是非基督徒的朋友，牧师要为你祷告，求主来赐福在你的身上。如果你身旁有很多基督徒的朋友的时候，牧师也要为你祷告，求主开启你的疆界，让你去接触更多的朋友。全能的天父上帝，我们知道，当我们与你一起同工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幸福！因为有你的同在，使我们面对任何艰难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心中都没有害怕。我们在许多的事上，我们不论是遇到任何的困难、穷乏、困苦，或是我们遭受到人的辱骂、被辖制，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将上帝那个真实的话语传达出去。求主你赐福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使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从此时此刻开始，他们就勇敢地踏出他们的脚步，张开他们的口，将上帝的话语真真实实的与他们来分享。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我们就是与上帝同工。也求主让我们跟其他我们身旁朋友的一起做事情的时候，透过我们，让我们去感受到我们的身上有基督的样式，让我们去感受到我们身上有上帝的爱。无论是我们一肩挑起所有的事，还是我们与人分工，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跟他一起做的时候，上帝你就在我们当中。求主你加添智慧力量，让我们在面对这世上所有挑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如何去做。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行动来回应你的